只要一提到癌症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背脊发凉。你不再觉得它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这个问题正发生在我们的家中，它不仅影响我们的父母，也影响着我们的兄弟姐妹、朋友，甚至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尽管现代医学疗法如化疗、手术和先进药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人数仍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你有没有思考过这背后的原因？是不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毒素比过去更多了？或者是因为持续的压力和紧绷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弱？癌症是没有声音的，在许多情况下，当它慢慢侵入人体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另一方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透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体质，从而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在今天的内容中，你将了解到6种强效的种子，它们不仅富含重要的营养素，而且研究也证实它们能协助身体对抗癌细胞。你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些种子其实已经在你的厨房里了，正等着被好好利用。请特别留意，当我们讲到第6种种子时，虽然它不常见，但它可能是其中最强效的一种。在开始之前，我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林医师Dr. Lin，他的研究启发了成千上万的人踏上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旅程。如果你认同他的理念，请在留言区写下感谢林医师的话语。同时，别忘了将这些资讯分享给其他人，让他们也能获得这些可能彻底改变生活的知识。你是否好奇那是因为什么？在揭晓之前，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来自哪里以及你的年龄。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决心随着年龄增长仍要保持强健的体魄。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种子了。首先是夏威夷豆 Macadamia Nut， 让我们从这种常被视为高级美食的种子开始，它其实隐藏住许多疗愈能力，特别是在保护身体免受癌症侵害方面。要敲开夏威夷豆并不容易，因为它有助厚实且坚硬的外壳。这当然是大自然保护内部营养丰富且如奶油般过人的方法。医疗专家和研究人员之所以特别关注夏威夷豆，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尽管人们常因其营养丰富和丝滑的口感而喜爱它们，但它们真正的力量在于其脂肪的独特组成。据估计，夏威夷豆中约75%的脂肪是单元不饱和脂肪 （monosaturated fat）， 就是一种已知对心脏有益的脂肪，能减少发炎、稳定细胞膜，并协助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造成的氧化压力 （stress） 伤害。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时，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今天来自哪里。请在下方留言。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提出。此外，请确保你订阅了我们的内容并开启通知设定，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对银发族健康最有帮助的建议。如果你现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引起了你的共鸣，请留言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为了预防癌症，采取抗发炎和抗氧化的行动是必要的。这些行动有助于减少对细胞的损害，并减缓可能导致细胞失控分裂的过程，而细胞失控分裂正是肿瘤形成的特质之一。即使是少量的摄取，例如28公克，约相当于10到12克完整的夏威夷豆，就能为你的身体提供大约1.5毫克的锰。锰是一种启动身体抗氧化防御机制所必需的重要矿物质。锰对于中和氧化压力、支持细胞修复以及保护免受突变。这些突变可能导致与癌症相关的细胞病变、
至关重要。仅仅因为含有这种营养素，夏威夷豆就应成为你长期健康工具箱中的必备成分。但故事还没结束。此外，夏威夷豆还含有高浓度的植物固醇 phytosterol， 这是一种源自植物的物质。多项研究已证实其能抑制特定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特别是在乳房和射护腺 prostate 组织中。在50岁之后，当人体的自然防御系统开始变慢，使细胞更容易发生异常变化时，这些预防效益就变得更加重要。正因如此，将夏威夷豆纳入你的日常饮食中，尤其是在受控的分量下，长期下来可以产生显著的差异。现在问问你自己，你是否在饮食中有效利用了夏威夷豆？如果你想从中获益，其实不需要太多。你可以将压碎的夏威夷豆撒在燕麦片上，或是抓一把放入果昔中，以增添浓郁风味。也可以将它们放入综合沙拉中，增加酥脆的口感，或者前脆把它们当作午后点心生吃，既能满足你的饥饿感，又能提供营养。此外，这些食物天然的高脂肪含量使它们更有饱足感，这意味助你比较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如果适量食用，它们不会像加工零食那样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夏威夷豆不仅是美味的享受，更是强大且天然的盟友。你可以利用它来保护身体免受老化对细胞造成的损害。透过在日常生活中加入少量夏威夷豆，你正在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资源，使其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保持韧性、活力和良好的防御能力。排名第2的是西瓜子 （watermelon seeds）。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思考过，为什么红肉西瓜子经常出现在家庭聚会和其他喜庆场合中？对许多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传统问题，或是因为象征好运的红色。这是一种以健康为基础、历史悠久的养生之道。这些小小的种子在许多文化中早已具有价值。它们之所以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因为口感好，还因为它们提供了卓越的健康益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保持对慢性疾病抵抗力的长辈而言。尽管我们的祖先没有科学期刊可读，但他们知道一些我们现在可以证实为真理的事情。许多西瓜的种子，特别是那些带有红色的，富含对细胞健康有益的重要营养素，并能协助身体防御癌症等危险疾病。红肉西瓜子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是茄红素 lycopene， 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以保护身体免受氧化压力而闻名。而氧化压力正是许多癌症形式背后的根本原因。茄红素也是对细胞最重要的成分之一。茄红素就像一名守护者，在伤害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100公克的红肉西瓜子就能提供高达75毫克的茄红素，这大约是熟番茄最著名的茄红素来源之一含量的3倍。正因如此，这些种子不仅具有保护作用，而且营养价值极高，特别适合那些试图以自然方式强身健体的人。然而好处还不止于此。亚麻油酸 linoleic acid 是一种必需的欧米伽6脂肪酸，约占这些种子脂肪含量的38%。亚麻油酸对减少慢性发炎和增强身体免疫系统有重大贡献，这对自然防御能力开始下降的银发族来说尤为重要。当体内的发炎指数得到控制时，身体就能更有效地防御细胞异常增生以及因老化过程引起的其他风险。吃红肉西瓜子的另一个好处是它们含有高浓度的镁锌和维生素。这些营养素每一种都有助于增强细胞修复、免疫功能和整体活力，这些都是健康老化的关键要素。这种情感上的连结使这些种子显得更加非凡。它们不仅对你的健康有益，
还能带回充满快乐和喜悦的回忆。这些时刻赋予了我们所吃的食物更深层的意义。无论是在过年围炉时，还是将一盘烤瓜子递给我们关心的人时，皆是如此。蕴含传统的食物不仅能疗愈身体，也能疗愈食用者的心灵。在挑选西瓜子时，请务必谨慎，选择那些以自然方式烘烤，且不含任何人工色素、防腐剂和过量盐分的产品。化学加工或过咸的零食可能会对肾脏和肝脏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特别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透过将种子在温水中浸泡几个小时，有助于软化外壳并使其更易消化。你可以在家中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为了带出香气并增加风味，你可以在准备好后将它们放入前锅中轻轻烘烤。你甚至可以将它们磨成粉末，或与水混合制成营养丰富且对敏感肠胃更温和的植物奶。请永远记住，建议的摄取量是每天15到20公克，大约相当于一把的量。尽管它们营养丰富，但大量使用可能会导致胀气或胆固醇水平轻微上升，因此适量是关键。想想这颗经常被忽视的微小种子所蕴含的力量。此外，它是保护的来源、传承的象征，也是在晚年为身体提供营养的简单方法。有时候，真正的健康并非来自复杂的配方或昂贵的价格，它源自于代代相传的朴实种子，每一口都蕴含助剂能疗愈又能带来快乐的智慧。排名第3的是小米米蕾。你是否曾停下来思考过，像小米这样通常隐藏在传统食谱中或在商店货架上被忽视的微小谷物，可能正是大自然提供的最被低估的超级食物之一？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小米在许多西方饮食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小米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被广泛食用，但并未获得应有的突出地位。为什么这种营养丰富且对健康有益的谷物在现代厨房中如此常被忽视？小米缺乏视觉吸引力可能是原因之一。它不仅缺乏浆果那样鲜艳的颜色，也没有进口种子那样独特的风味。它价格低廉，颜色苍白且颗粒较大。然而，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隐藏住一个营养丰富的宝库，足以与当今媒体讨论的许多流行超级食物相媲美，甚至超越它们。请时刻记住这一点。仅仅100公克的小米中，就可能含有高达120毫克的多酚 polyphenols， 这是一种植物性抗氧化剂。这些多酚的含量明显高于精致小麦或白米等常见主食中的含量。在细胞层面上，这些多酚充当你身体的第一道防线，保护其免受危险物质的侵害。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会对细胞造成损害并加速老化过程。它们有助于中和自由基。如果这些自由基不受控制，可能会引发导致癌症和慢性发炎的过程。小米的多酚含量可能有助于降低罹患乳癌和大肠癌 （colon cancer） 的风险。这是成年人进入50岁及以后最令人担忧的2大健康威胁。更令人惊讶的是，新研究表明小米的多酚含量可能有助于降低这些癌症的风险。然而，小米的好处不仅限于抗氧化剂。此外，这种不起眼的谷物是镁的极佳来源，每100公克分量提供约114毫克的镁。尽管没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心血管功能，但经常被忽视。除
除了促进更好的血液循环和帮助缓解心脏压力外，它还能放松血管周围的肌肉，最终导致血压降低。小米是银发族试图在不完全依赖药物的情况下保护心脏健康的天然可靠盟友。小米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是其简单性和适应性。为了将其纳入饮食中，你不需要使用复杂的食谱或不寻常的成分。试想一下，每天只需在餐点中加入2到3汤匙煮熟的小米，将其加入丰盛的汤中，加入温暖的早餐粥中，甚至用它来代替米饭炒色产中大营养来看，就能对你的整体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调整，有可能为癌症和心脏病这2种最普遍的健康问题提供显著的保护，而且它不需要昂贵的补充剂或更复杂的饮食计划。下次当你穿过杂货店的走道时，不要与这种微小的谷物擦肩而过，花点时间思考它实际拥有的可能性。尽管小米并不引人注目，但它在每一食中提供的强大营养正是其安静活力的来源。如果经常使用，它有潜力既作为预防性食物，又作为有助于更健康、更平衡生活的营养主食。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营养需求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尤其真实。排名第4的是芝麻 （Sesame Seeds）。无论是撒在亚洲的炒菜上，混合在中东的芝麻酱中，还是烘焙在地中海的面包里，芝麻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美食中扮演出安静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它们具有坚果般的风味和令人愉悦的酥脆感，但这些小种子提供的远不仅仅是味道或装饰元素，它们是一个营养宝库。除了提供令人惊讶的多种健康益处外，还显得格外特别。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些不起眼的种子如此非凡的疗愈潜力？芝麻素 （Sesame） 和芝麻磷素 （Sesamoline） 这2种独特的植物化合物掌握住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罕见的抗氧化剂因其能抑制癌细胞的形成和扩散，特别是在大肠直肠癌和乳癌病例中，而正吸引住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兴趣。事实上，2017年发表在药用食品杂志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些主张提供了实质性的科学支持。研究人员发现，芝麻萃取物具有极大延缓恶性细胞扩散的潜力。这一发现证实了代战传的芝麻传统用途是可信的，这不再仅仅是意识证据。古老的智慧早已怀疑这一点，而现代科学正在证明这种怀疑。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随着身体的自然防御机制开始关闭，这种自然辅助变得越来越必要。然而，芝麻不仅能有效地预癌症，除此之外，它们还富含你身体每天所需的矿物质，特别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举例来说，仅仅100公克的去壳芝麻就含有惊人的975毫克钙质，这比等量的牛奶中发现的钙含量还要高。对于试图保持骨骼强健并避免骨质疏松症，这是老年时期普遍的问题的人来说，这将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这还没结束，这些种子每100公克还含有大约351毫克的镁，有助于控制血压、维持血液循环畅通，并增强肌肉和神经功能。这些是身体在老化过程中经常需要额外强化的部位。有哪些方法可以将这种非常非凡的食物纳入你的日常生活中呢？要体验这些好处，你不需要大量的摄取，每天适量摄取10到20公克，约相当于1到2茶匙，就足以为你的身体提供大量的这些必需营养素，而不会对你的消化系统造成过度负担。此外，
由于芝麻是阴性强，将其纳入饮食很简单。你可以尝试在早上的热粥或优格上撒上将它们放入果昔中，以获得温和的坚果味，或是将它们拌入沙拉和炒过的蔬菜中，甚至可以将它们用作烤鱼或烤瘦肉的美味酥脆外层。归根结底，像芝麻这样小的东西竟然能对你的整体健康，特别是在预防癌症和骨骼强度方面提供如此强大的助力，真是令人惊讶。这证明了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不总是来自药丸或粉末。如果你看看你的储藏室，你会发现它们就在那里，等着被重新发现。排名第5的是杏仁果 （almonds）。你是否曾想过，像一把坚果这样简单的东西，可能在暗中保护你的身体免受癌症发展的影响？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杏仁果。曾几何时，杏仁果因其直观的特质而受到赞扬。自古波斯时代以来，它们就被尊为健康和长寿的象征。另一方面，现代科学证实了那些古老的观念。杏仁果价值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每100公克约含25毫克。这种维生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在自由基有机会对细胞造成损害之前将其消除。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过程，但它经常导致癌症的开始和恶化。试想，自由基就像是在前造林地中飞舞的火花，如果不加以阻止，它们有可能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杏仁果的好处远不止维生素，多酚 polyphenols 和类黄酮 flavonoids 是已被证明有能力限制癌细胞增殖的植物成分，特别是在乳房、大肠和摄护。这些坚果富含多酚和类黄酮。除此之外，每100公克杏仁果还含有约270毫克的镁。镁是一种对于镇静神经系统、管理情绪平衡和减少慢性压力所必需的矿物质。所有这些都在维持强大的免疫系统和降低癌症风险方面发挥作用。那么，你应该摄取多少才能获得好处，而不至于过量呢？争取每天摄取20到30公克，大约相当于1把的量。请注意不要过量使用，因为它们含有大量的热量，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体重增加。这里有一个有用的建议，在食用杏仁果之前，应至少让它们经过6到8小时的浸泡。当你浸泡任何东西时，原本天然存在于外皮中的一些植酸 phytic acid 会被去除。植酸是一种会阻碍身体吸收铁、钙和锌等矿物质的分子。除此之外，这会使杏仁果更柔软、更容易咀嚼，并使消化更容易，同时释放杏仁果的全部营养潜力。排名第6的是南瓜子 pumpkin seeds。你是否曾想过，你在厨房里拥有的一种既常见又容易找到的种子，实际上是对抗癌症的天然盟友？这正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普通南瓜子。在烹饪含有南瓜的食物时，这些微小但强大的种子经常被忽略并直接丢弃。然而，它们正日益被认可为一种具有强大防癌特性的超级食物。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让南瓜子在这场对抗疾病的战斗中脱颖而出？让我们从锌锭开始，这是它们最重要的成分之一。这种绝对必要的矿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促进细胞修复以及维护细胞的整体健康。100公克的南瓜子含有约7
毫克的锌使其成为自然界中最丰富的锌来源之一。锌特别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修复受损细胞，并保护健康细胞免于发展成恶性细胞。这个功能在降低摄护腺癌 （prostate cancer） 风险方面尤为重要。这是一种影响大量50岁以上男性的疾病。锌对荷尔蒙平衡和免疫反应的辅助，对于维持摄护腺组织的健康和韧性是绝对必要的。保护摄护腺并不是南瓜子的唯一好处。此外，这些种子还含有多种其他营养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它们具备抗癌特性，帮助调节细胞生长的酶在抗氧化防御中发挥作用的忙，以及保护 DNA 免受氧化压力和突变。这些因素与包括乳癌和大肠癌在内的多种癌症发直接相关的知名抗氧化剂维生素 A 都在这些食物中大量存在。这组营养素共同作用，以对抗自由基，减少慢性发炎，并支持体内发生的自然排毒过程。而且还有更多。你之前对植物固醇 （phytosterol） 有任何了解吗？为了对抗癌症，这些在南瓜子中含量丰富的独特植物化合物已显示出惊人的潜力。根据多项研究结果，植物固醇有潜力透过阻止异常细胞的繁殖和促进健康的细胞更新，来抑制乳房和大肠组织中癌细胞的形成。由于它们能够模仿胆固醇，并干扰其在胃中的吸收，它们不仅促进心脏健康，还透过多种不同的途径有助于预防癌症。为了获得这些强效营养素的好处，你每天应该摄取多少呢？一小把，大约30公克就足以为你的身体提供大量有益健康的成分。南瓜子的用途非常广泛，除了当做零食吃，你还可以尝试将它们加入沙拉，混入燕麦片，打入果昔，或者直接食用。生吃或轻度烘烤是获得其最大营养价值的最佳方式。这是因为高温过度烘烤会破坏对热敏感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 并消耗体内的必需矿物质。既然你已经知道这6种能预防癌症的强效种子，你可能会问，如何确保身体能够吸收这些种子中包含的所有营养素？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问题。有许多人饮食营养，却看不到任何改变，这通常是因为营养吸收不良。秘密在于你准备种子的方式，与其生吃，不如将它们在摄氏150到160度之间轻烘烤8到10分钟。这种技术既改善了风味，也提高了食物的消化率，同时降低了植酸等抑制矿物质吸收的化学物质水平。但要注意不要做得过火。当它们暴露在高温下时，你试图保存的营养素会减少，因为维生素 A 和 Omega-3 脂肪酸等抗氧化剂会被破坏。还有一个简单的建议，将种子与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结合食用。维生素 C 能显著改善种子中铁质的吸收。试着将烤过的南瓜子撒在沙拉上，并挤一点柠檬汁，或者将它们与柳橙、奇异果或凤梨等水果一起打入果昔中。这2种选择都是将南瓜子纳入饮食的绝佳方式。由于这些搭配，银发族和素食者能够吸收种子中包含的更大量的关键微量元素。如果你在食用种子后曾经历疼痛或胀气，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务必在食用前将它们磨碎。由于外壳坚硬，完整的种子可能难以消化，特别是对于消化系统较弱的人来说。使用搅拌机或研磨20到30公克的种子，会使其对胃更温和，并提高营养释放的效率。试着亲手制作自制能量棒 （Energy Bars），
这是一种既实用又健康的零食。就是一个简单的食谱，在一个小碗中混合50公克南瓜子、30公克磨碎的芝麻2到3汤匙花生酱或蜂蜜，以及1小把燕麦。将混合物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使其硬化成棒状。撒一些可可粉或将黄粉到混合物中，以增强氛围，并增加其所含的抗氧化剂量。对于午后提神或运动前的能量补充，这些能量棒令人难以抗拒。感谢你花时间观看关于癌症预防的内容。这6种种子是天然的癌症预防法，其中也参考了癌症专家林医师杜和因的观点。当想到这样微小的种子可能对健康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并提供对抗癌症的天然防御时，这真是令人振奋。你有什么想法吗？这些每天做出的选择是否有潜力在长期对抗癌症的战斗中产生影响？我们感谢林医师在确定天然食物疗愈特性方面所展现的研究和关注。如果你觉得这段影片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关注我们的内容，并将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让我们继续互相鼓励，努力过上更健康、更有力量的生活。让我们从一颗种子开始做起。我会的。